我喜欢某个演员这样去进去，而是他就像《新龙门客栈》一样，他是当做一种生活方式啊。我下班了，我去看一场 live house 或者是怎么样，我用这样的方式来治愈我自己的时候，你在台上表现的东西要满足他的需求，尤其是他的心理需求。如果说我们在用非常比较老套的春夏秋冬啊，或者怎么样，我从哪里来，我一路上经历了什么，类似这样的陈述去演一个剧，或者没有给到人物更多的成长和精神层面的解读的话，我没有这样的剧本提供的空间，我在台上演，我心里也是很空的，我就演不出，传达不出那种神情，观众也就坐不住。然后如果说是我的期待的话，因为可能是粤剧，然后我的行当呢是旦角儿，我觉得现在还有粤剧的大部分的观众，他其实都是女性群体，所以以往我们的粤剧作品可能更多的是浪漫的爱情故事，女性角色大多是以母亲、妻子，或者说比如说《梁祝》也好，它大多数是以这样的这种角色或者身份，还有带有标签式的女性的这种称谓出现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尤其是新时代，那么多的女性观众的基础上，我们应该有很多从女性视角，或者说大女主的作品，应该有这样的存在。比如说像《新龙门客栈》的金镶玉，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特殊而且典型的存在。王老师刚刚有提到，就是《新龙门客栈》它不只是我们粤剧擅长的那种什么才子佳人呐，它还有武侠追求关于自我自由的一种这种定义。那么像金镶玉这样的一个存在，它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人的存在，它身上具有的女性的特征，它就是那种不被定义，老娘今天就是要做这件事情，我不是，这就是角色的那种心理的这种节奏，它是非常符合现代女性的一些精神需求的。可能在这种时代背景的这种阻力下，或者我们现在社会当中的一些压力之下，很多现代女性她是没有办法在她自己的生活、工作，以至于她的精神世界得到很多的释放，以及她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的。那么，是否可以在很多的这种作品上面，我们去重新定义关于女性的力量，然后关于这种女性这个角色的她的多面性？王老师刚刚也有讲到这个《梁祝》，然后也有讲到我们的这个陆棠。其实这些以往的这种女性角色，如果说在传承给我们这种年轻演员去演的时候，我去解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也并没有把它完全当作是一个才子佳人这样一个角色，而是如何理解她作为一个女性，她是如何的自我成全，或者说她的这个人物内心，她是如何成长的。我觉得关于成长，关于角色在这个剧本里的成长，这点也很重要。很怕演到最后的时候，就是从头哭到尾，或者是很怕遇到这样的这种剧本。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跟编剧的沟通也很重要吧。这里还有就是要分享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新龙门客栈》，因为我们是最后一组进入排练的，其实在我们去演的时候，前面已经有好几组的老师在演了。然后呢，因为比如说导演的这个2度的创作，或者说整个剧的时长，其实《新龙门客栈》修改了很多稿。等我接触到的时候，已经基本上是最后综合考虑下来的一些这种版本了。但是呢，其实在塑造角色的过程当中，我跟玉溪有沟通，他曾经就比较早的时候，或者没有删减过，或者他最初他自己心里面建构的一些他自己心里的第一印象的金镶玉，把那个版本有发给我看。我恰恰其实有在他被删减掉的很多部分里面的其中的1、2句话当中，找到也比较符合我想象中的金镶玉。真实地理人和吧，因为无论是他对于这个剧目的人物的设定，还是舞台的这个模式，还有它的服化妆造，它每一点都能够带给观众新鲜感。更重要的是能够带给观众满足感吧，并且它会保持一种对于下一次来观看的一种期待。我觉得这个也就是造就了他们愿意在2次创造上面去传播，就是利用现在的自媒体的平台。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会有一点心得吧，因为刚才马老师说就是要用年轻化，利用现在这个时代的这种
媒介、传播方式。其实之前的话，我也就在新闻客栈之前，我也有参加过一些节目吧，然后是可能是一些节目的 NPC 或者什么，就是利用一切的微小的机会去传播植入粤剧。再到后来，就前段时间，跟韩红老师一起参加了一个我想和你唱，然后里面这个节目里面就大量的植入了粤剧。再到现在后来我去参加的浪姐，就是我也是在见缝插针的去安利粤剧、植入粤剧，但是呢，在这个同时，我也会被反向安利。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在输出的同时又在成长。我觉得就是这种去拓展的方式，能够让更多人看到粤剧演员的可能性，也会让更多的家长看到粤剧演员的可能性，从而可以让更多的孩子